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點解有啲人70、80歲，身體仲好硬淨，精神奕奕，行路帶風，而有些人先至剛剛過60就周身毛病，成個人冇嚟精神，好似老咗20年咁。你以為呢啲係天生嘅命？我同你講，唔完全係。好多時候一個人嘅命好唔好，你睇佢幾點鐘起身就知。我做咗幾十年國學研究，見過嘅人太多啦，各行各業嘅命格。好多人嚟揾我，一開口就問師傅我條命好唔好？我通常唔會即刻答我，會先問佢一句：你平時幾點鐘起身？對方呆一呆，覺得呢個問題同命有乜關係？關係大啦！你每日幾點鐘擘大眼，幾點鐘落床，呢件事睇落細到冇得再細，但佢決定咗你一日嘅能量狀態，決定咗你身體嘅運轉節奏，日積月累就決定咗你嘅健康、你嘅精神面貌，甚至你嘅運勢。呢個唔係我亂噏，係老祖宗幾千年觀察天地總結出嚟嘅智慧。易經裏邊有一句話叫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咩意思呢？天地嘅運行有佢自己嘅節奏，太陽幾時升，幾時落，四季點樣輪轉，從來唔會亂人活喺天地之間。你嘅作息節奏如果能夠順應天地嘅規律，你嘅身體就順暢，精神就飽滿，做咩事都容易成功。反過嚟，如果你嘅作息係反住嚟，天光咗你仲喺度瞓，天黑咗你仲喺度捱，咁就係逆天而行，時間長咗身體自然要出問題。所以今次呢條片我要逐個時辰同你講清楚，唔同時間起身嘅人身體會有咩唔同嘅變化，命運又會行向咩唔同嘅方向。你對號入座，睇下自己屬於邊一種。更重要嘅係，我會話俾你聽點樣調整。記住，命從來唔係一成不變嘅，你願意改命就會跟住變。喺正式開講之前，我先花2分鐘同你講一個基礎知識，你聽明白呢樣嘢，後面嘅內容你就全部通透晒。古人將一日分為12個時辰，用12地支嚟命名，就係我哋熟悉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每個時辰對應2個鐘頭，加埋啱啱好24個鐘。呢個唔係隨便分嘅，古人觀察咗幾千年，發現人體有4條主要嘅經絡，每條經絡喺特定嘅時辰裏面氣血最旺盛。中醫叫呢樣嘢做子午流注，咩意思呢？就好似一條河，啲水唔係同時到達每一個地方，佢有一個流動嘅順序。你身體裏面嘅氣血都係一樣，喺唔同嘅時辰流經唔同嘅臟腑。如果你喺啱嘅時間做啱嘅嘢，身體就運轉順暢。如果你係都要喺唔應該喐嘅時候喐，喺應該喐嘅時候瞓覺，咁就等於逆水行舟，事倍功半。再講深一層，從易經嘅角度睇，10個時辰仲對應住12消息卦。咩叫消息卦？消就係陰氣增長息，就係陽氣生發。從子時一陽初生嘅復卦，到午時陽氣最盛嘅剛卦，再到陽氣漸消，陰氣漸長，行完一個完整嘅循環。呢一套體系話俾我哋知，一日之中陽氣有生發、壯大、鼎盛、衰退、收藏嘅過程。你喺邊一個階段起身，就決定咗你踏上嘅係邊一班車，方向唔同，終點自然唔同。我喺香港生活咗大半世，我成日諗翻起細個嗰陣喺海邊見到嘅嗰啲漁民啊，天未光佢哋就出海啦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識得趕潮水，潮水嚟嗰陣你唔喐，等潮水退咗你先出發，咁就乜都撈唔到。起身呢件事同趕潮水係一模一樣嘅道理。趕得切陽氣生發嘅時機，一日就順風順水，錯過咗就要花加倍嘅氣力去追。好，基礎講完，依家正式開始。從深夜講起，第一檔子時同丑時起身嘅人，即係夜晚11點到凌晨3點之間就起咗身。我幫呢類人改咗個名叫操勞命。你身邊有冇咁嘅人？每日半夜2、3點就要起身去街市攞貨，去早市擺檔，又或者係揸的士做夜間嘅通宵，做完天蒙蒙光先收工。呢啲人勤力，當然勤力，非常之勤力。但你細心睇下佢哋嘅面色，往往又黃又暗，眼圈發黑，脾氣亦都容易暴躁。呢個唔係性格問題，係身體發出緊警報。點解子時係夜晚11點到凌晨1點？呢個時辰膽經當令丑時，
凌晨1點到3點，肝經當令。肝同膽係一對拍檔，肝主藏血，主疏泄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負責幫你身體做深度清潔同修復。你可以諗，像成一間工廠，日頭生產咗成日堆積咗好多廢料，到咗夜晚11點，清潔隊進場開始打掃。呢個打掃嘅過程需要你瞓低落嚟，需要你安靜，血液先能夠回流到肝臟去完成呢個工作。但如果你喺呢個時間係醒住嘅，甚至做緊體力勞動，咁嗰啲血液就冇辦法充分回流到肝臟，即係清潔隊嚟到發現工廠仲開緊工，根本冇辦法打掃。1日2日睇唔出，1年2年，肝臟嘅負擔就越嚟越重。所以長期喺子丑時起身嘅人，好容易出現肝火旺、膽囊問題、失眠、多夢、面色晦暗呢啲症狀。從易經嚟講，子時對應嘅係伏卦，地雷伏。伏卦係咩意思？一陽初生，6條爻裏面最底下嗰一條係陽爻，上面5條都係陰爻。呢個代表咩？代表陽氣啱啱萌芽，非常之微弱，就好似種子啱啱喺泥下面冒出少少芽吓，你去抌佢，去喐佢，佢就會死。伏卦嘅卦詞裏面有一句話叫7日來復，強調嘅就係要俾事物足夠嘅時間去休養、去恢復吓。所以子時本嚟就係養陽氣嘅時候，你卻喺呢個時候消耗陽氣，咁就叫逆勢而為。我講到呢度，嗰啲做夜更嘅朋友可能會諗，師傅你唔係話緊我命苦咩？我都冇辦法㗎，工作就係呢個時間，我理解，真係理解。我唔係怪緊你，我係想話俾你知，如果你一定要喺呢個時間起身，咁你就要識得補。點樣補？日頭一定要抽時間補眠，哪怕只係半個鐘。平時多用杞子、菊花、紅棗焗水飲，護肝明目，少飲啲酒，少發脾氣。你改唔到工作嘅時間，但你可以學識順勢而補，將傷害降到最低。操勞命唔等於苦命，關鍵在於你識唔識保養自己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係做夜更嘅，你覺得呢段說話有道理嘅，喺留言區打一句夜更辛苦啦，等大家互相致敬一下。好，我哋接住講第二檔，寅時起身嘅人，亦都係凌晨3點到5點，呢個時辰非常之特別。我俾佢個名叫修行命。點解叫修行命？因為自古以嚟修行嘅人，唔理係出家人定係練功嘅人，都好中意喺寅時起身。寅時係肺經當令，肺主一身之氣，係氣血由靜轉動嘅關鍵時刻。你可以理解為寅時係人體撻着引擎嘅時間。呢個時間醒過嚟嘅人，往往能夠感受到一種特別嘅安靜同清醒，個腦特別通透。從易經嚟睇，寅時對應嘅係臨卦地澤，臨卦有2個陽爻由下邊開始向上生長，代表陽氣比子時嘅伏卦更進一步。天地之間嘅陽氣喺度慢慢積蓄力量，我哋光明正喺度臨近。所以呢個時辰醒過嚟嘅人身上有一種好特別嘅氣質，沉穩通達，睇問題睇得透。你有冇留意過維多利亞公園裏面凌晨4、5點鐘就已經有一班阿伯阿婆喺度練功打太極嘅，練8段錦嘅，仲有默默行圈嘅。你睇佢哋嘅精神狀態同同齡人比，直情係判若兩人。我識一位住喺北角嘅老伯，就今年83歲，每日凌晨4點起身，先喺屋企打坐半個鐘，然後去公園練一套太極，翻嚟食早餐，成日嘅精神都特別好。佢同我講，師傅我都唔知咩易經唔易經啊，但我就覺得呢個時間起身最舒服，個腦最清醒。我同佢講，你唔使知咩易經，你嘅身體已經幫你揀緊最合適嘅節奏。不過我要特別提醒一點，尤其係中老年朋友，寅時起身一定要慢，千祈唔好鬧鐘一響猛地坐起身就落床。點解？因為呢個時辰雖然陽氣開始生發，但整體都仲係偏弱嘅，身體由深度睡眠過渡到清醒，需要一個緩衝嘅過程。你突然間起勢起身，血壓會急速變化，對心腦血管非常之唔好，嚴重嘅可以引發中風。正確嘅做法係醒咗之後，先喺床度攤一陣，喐下手指，喐下腳趾，然後慢慢坐起身，喺床邊坐1、2分鐘，做幾下深呼吸，等身體完全適應咗先企起身。呢幾分鐘唔係浪費時間，
係喺度救你自己條命。所以如果你係凌晨4、5點自然醒嗰種人，恭喜你，你嘅身體節律係非常好嘅。但係記住一定要起得慢，動作輕柔，有修行命嘅要訣就係一個緩字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身邊有冇嗰種天未光就自動醒嘅長者？佢哋嘅身體狀況係唔係真係好過同齡人？將你觀察到嘅情況寫喺留言區，我哋一齊交流下。接下嚟係第3檔，亦都係我認為最重要嘅一檔，卯時起身，即係早上5點到7點。我幫呢個時辰嘅起身命格改名叫正命。咩叫正命？就係最合乎天地之道嘅，最順其自然嘅生活節奏。如果你每日早上5點到7點之間自然醒，咁你嘅身體同天地嘅節律係完全同步嘅，呢個係最理想嘅狀態。卯時係大腸經當令。我只係講到大腸，你可能覺得有啲唔係幾好聽，但呢條經絡太重要啦。大腸主排泄，卯時係身體排毒嘅黃金時間。點解好多養生專家都話早上起身第一件事要飲一杯暖水，然後去廁所，就係因為呢個道理。卯時你嘅大腸經氣血最旺，航道蠕動最活躍，呢個時候排便係最順暢最徹底嘅。你如果喺呢個時間仲喺度瞓覺，就等於錯過咗一日最好嘅排毒窗口。嗰啲廢物毒素留喺身體裏面，日積月累，腸胃問題、皮膚問題，甚至更嚴重嘅疾病，就嚟從易經嚟睇，卯時對應嘅係太卦地天泰。太卦太好啦，學過易經嘅人都知，太卦係最吉祥和諧嘅卦象之一。3條陽爻喺下面，3條陰爻喺上面，代表天氣下降，地氣上升，天地交融，萬物通泰。太卦嘅卦辭話小往大來，吉亨，有咩意思？就係你付出嘅係少少嘅努力，得到嘅係大大嘅回報，吉祥通達。你諗下，每日堅持喺卯時起身，呢個習慣難唔難？話難又唔算難，話簡單亦都需要自律。但係咁樣一個少少嘅堅持換嚟嘅係咩？係一世嘅健康，一世嘅精氣神充足。呢個就係我成日回想起細個住喺西環嘅日子。嗰陣時每日早上6點鐘，成條街就活起上嚟賣菜嘅阿姐喺度擺檔，早餐鋪蒸籠，冇咗白煙街坊鄰里打着招呼去買餸。有啲阿伯已經拎住雀籠由公園翻嚟，嗰種生活節奏慢悠悠，但係特別有生氣。嗰陣時啲老人家好多都長壽，8、90歲仲自己去買餸煮飯。點解唔係佢哋食咗咩靈丹妙藥，而係佢哋嘅作息太有規律，天光起身買餸煮飯飲茶散步，天黑就瞓。呢種同天地同步嘅生活本身就係最好嘅養生。依家呢，我哋好多人住喺高樓大廈裏面，窗簾一拉，天光咗都唔知手機玩到半夜2、3點，朝早瞓到日上三竿天地俾你嘅信號，你全部屏蔽晒，你嘅身體點可能好得呢？所以我成日話最好嘅養生唔係食咩補品，唔係做咩手術，而係揾翻老祖宗嗰種日出而作嘅節奏。你可以喺卯時起身飲一杯暖水去排便，然後做15分鐘嘅輕度運動，哪怕只係喺客廳行幾個圈，伸下懶腰，甩下手，呢3步做齊晒，好過你食任何保健品。我唔係誇張，我見過太多咁嘅例子。有一位住喺將軍澳嘅阿姨，65歲之前身體好差，高血壓、高血糖、膝頭哥痛，每個月去幾次醫院。後嚟佢個女帶佢嚟揾我都冇俾咩高深嘅建議，就係叫佢每日朝早6點起身飲暖水，出去行半個鐘，然後翻嚟食早餐，就係咁簡單。佢堅持咗再驗身嗰陣，各項指標都明顯改善晒。佢同我講：師傅，以前我成日以為命唔好，依家先知道又唔係條命，唔好係我自己將啲日子過反咗。呢句話講得太好，唔係命。唔好係你自己將啲日子過反咗。好卯時係最理想嘅起身時間。咁有冇朋友係喺呢個時間起身嘅？你喺留言區話俾我聽，你堅持咗幾耐，身體有咩變化？等我哋俾啲信心嗰啲仲猶豫緊要唔要早起嘅朋友。第4當辰時起身，即係早上7點到9點呢個時辰起身嘅人，我幫佢改嘅名叫穩命。咩叫穩命？
即係唔算最好，但絕對唔差，中規中矩，穩穩陣陣。事實上，我哋大多數人嘅起身時間都落喺呢個區間。你諗下，打工仔7點起身趕地鐵，退咗休嘅長者8點左右起身食早餐，基本上都喺辰時呢個範圍裏面。辰時係胃經當令，胃係咩？胃係你身體嘅糧倉，呢日嘅能量由邊度嚟？由你食落去嘅嘢食裏邊嚟。而辰時正正係胃經氣血最旺嘅時候，呢個時段進食，消化能力最強，吸收最好營養能夠最充分，咁轉化成你一日需要嘅能量。從易經嚟睇，辰時對應嘅係大壯卦，雷天大壯。大壯係咩卦象？就4條陽爻由底下向上面頂，陽氣已經非常之壯盛，就好似一個人精力充沛，蓄勢待發。呢個卦話俾你知，辰時係你一日能量最充足嘅開端階段，應該好好利用呢個時間窗口嚟幫自己加滿油。所以辰時起身嘅人，我只俾一個建議，但呢個建議非常之重要，一定要食早餐。我知有啲朋友有唔食早餐嘅習慣，覺得朝早冇胃口或者趕時間就算數。你唔好睇小呢件事，辰時胃經最旺，就好似你個爐灶火力全開，呢個時候你唔放食材落去，佢就乾燒。乾燒會點可力？冇嘢食消化，就反過嚟傷你嘅胃壁。長期唔食早餐嘅人，胃酸過多、胃炎、胃潰瘍嘅比例，比起正常食早餐嘅人高太多。我見過好多個案，50零歲胃出咗大問題嘅，追溯上去都有10幾20年唔食早餐嘅歷史。有乜大壯卦裏面有一句話講得好好，叫壯於大魚之胖。咩意思呢？大魚就係大車胖，係車軸，講嘅係力量要擺喺大車嘅車軸上，用喺正地方。引申落嚟，我哋嘅生活就係朝早你精力最旺嗰陣，唔好將佢浪費喺冇意義嘅事情上。好多朋友朝早醒咗第一件事就係拎起手機睇新聞，碌短片就碌，就係半粒鐘、1粒鐘，唔係話唔可以睇，而係你將一日最寶貴嘅精力擺咗喺最唔緊要嘅事上面。呢個就叫壯力，唔用喺正道。講到辰時，我一定要提一件事，就係飲茶。我哋香港人有一個全世界都羨慕嘅文化傳統，就係嘆早茶。你留意下，老一輩嘅香港人飲早茶係咩時間？7點半、8點，最遲唔過9點，正正好好就落喺辰時裏面，一盅2件，一壺普洱或者一壺菊花，慢慢嘆。呢個習慣睇落只係一個生活享受，但佢裏面蘊含咗極其合理嘅養生智慧。首先你喺胃經最旺嘅時候進食咗，第二你食嘅係點心，唔係大魚大肉，份量啱啱好，唔會過度負擔。第三，飲茶係一個社交活動，你同啲老朋友坐埋一齊傾偈講笑，精神愉快，心情舒暢，身體得到營養，胃得到滿足，心靈得到滋養。你話呢個係唔係最好嘅養生？老祖宗嘅智慧往往唔係寫喺書本上面，佢就藏喺我哋日常生活嘅一茶一飯裏面。所以辰時起身嘅朋友，你嘅命格係穩嘅，你要做嘅就係守住2件事。第一，堅持食早餐；第二，將朝早最清醒嘅時間用嚟做重要嘅嘢。如果你係飲茶黨，恭喜你，你已經喺不知不覺之中做啱咗。我估計呢個時間段起身嘅朋友應該係最多嘅。你哋平時早餐食咩？有冇堅持每日飲早茶嘅習慣？喺留言區分享下，等我都睇下有幾多同道中人好。前面講咗4檔，由子時到辰時，總體嚟講都仲算係正常範圍，只不過有啲早有啲遲。但從第5檔開始，事情就唔一樣啦。我要認真同你講一講第5檔時時起身，即係早上9點到11點。我幫呢個時辰起身嘅人改咗個唔係幾好聽嘅名，叫散命。咩叫散？就係你嘅陽氣散咗，你一日嘅節奏散咗，你嘅精氣神散咗。你諗下，到咗巳時，太陽已經升到好高，由子時到依家，陽氣已經經歷過萌生、積蓄壯大嘅整個過程，到巳時已經接近鼎盛。人哋喺呢個時間已經起咗身4、5個鐘，該排嘅毒排咗，該食嘅早餐食咗，該做嘅嘢做咗，身體嘅各條經絡已經被依次激活，運轉得好順暢。而你呢，你90點先起，
起身等於前面所有嘅窗口你全部錯過晒，卯時嘅批讀窗口，過咗辰時嘅進食窗口，都過咗大腸經該工作嘅時候，你冇俾佢工作，胃經該消化嘅時候，你冇俾嘢佢消化。你可以想象下，有一年火車有嚴格嘅時刻，標佢到站你唔上車，等你終於瞓醒想上車嗰陣，火車早就開走咗，你後面要趕就只能跑住追，追唔追得上先唔講，淨係呢個追趕嘅過程就已經將你攰死。時時對應嘅係脾經，脾主運化，負責將你食落去嘅嘢轉化為氣血，輸送到全身。但問題係你到咗時時先起身，之前咩都冇食過脾經，攞咩嚟運化巧婦，難為無米之炊。長期喺時時先起身嘅人，最容易出現嘅就係脾虛嘅症狀。咩表現？成日覺得攰，瞓咗好耐，但點都瞓唔夠，四肢無力，唔想喐消化，唔好食少少就脹記性變差，個腦懵懵地。你身邊有冇咁嘅人？其實唔係佢哋懶，係佢哋個脾已經被熬壞咗。從易經嚟睇，時時對應嘅係艮卦澤天。艮卦係咩意思？5條陽爻已經到頂，剩翻最上面一條陰爻，陽氣過盛，到咗極點就快要開始轉衰。交缺堤嘅意思就好似大壩嘅水滿到極限就快滿瀉。呢個卦喺度提醒你，陽氣嘅上升係有時間限制嘅，你唔喺佢上升嘅時候去用佢，等佢滿瀉咗就要向下走。你時時先起身，就好似洪水過咗最高點，你先去接水已經趕唔切。我講到呢度，我想特別講俾退咗休嘅朋友聽，因為我發現喺呢個時間段先起身嘅人裏面，有好大一部分係退休之後作息變得唔規律嘅長者。我能夠理解，辛苦咗幾十年，終於唔使趕住翻工，心諗住瞓到自然醒，好好享受下。偶爾咁樣當然冇問題。但如果變成常態，日日都係90點先起身，咁你嘅身體係頂唔順嘅。我有位老朋友，以前喺政府做嘢好勤力嘅個人，日日7點翻工，60歲退休，終於自由啦。日日瞓到10點，頭3個月佢覺得舒服到極，好似將前半世欠落嘅覺全部補翻收晒。但係半年之後，佢嚟揾我話：師傅，奇怪啦，我依家瞓嘅時間比以前多咗3-4個鐘。但點解反而覺得比翻工嗰陣仲攰，行2步路就喘，記性都差咗好多。我話你一啲都唔使覺得奇怪，你唔係休息過嚟，係將自己嘅節奏搞亂咗。你嘅身體已經習慣咗幾十年嘅作息，你突然間將佢全部打亂，佢當然要抗議。後嚟我建議佢重新將起身時間調翻去7點，唔使翻工冇關係。起咗身就去公園行下，去飲茶，揾朋友傾偈。佢聽咗我話，用咗大概1個月時間調整翻嚟，人又恢復晒精神。佢後嚟逢人就話：你退休唔係退掉規律，退掉規律就係退掉健康。呢句話講得真係好，我借俾大家聽。咁如果你依家確實已經係長期時時先起身嘅狀態，點樣改？我教你一個方法，就唔好一步到位。你今日如果係10點起身，聽日唔係要你突然5點就爬起身，咁你嘅身體都頂唔順。你每個星期將起身時間調早15分鐘，呢個星期9點45，下個星期9點半，再下個星期9點15，慢慢嚟俾身體一個適應嘅過程，同時配合夜晚早啲瞓，因為早起同早瞓係一體嘅。你淨係調一頭係調唔過嚟嘅，就俾2-3個月時間自己慢慢就能夠調整翻到7點左右。如果你正喺度經歷呢個調整嘅過程，或者你打算由今日開始調整，喺留言區寫下你依家嘅起身時間同你嘅目標起身時間，俾自己一個承諾。我會喺留言區睇住你，幫你打氣。最後一檔啦，5時以及5時之後先起身嘅人，即係中午11點以後先起身呢一檔，我必須嚴肅咁講。因為事情已經唔單止係養生問題，而係健康警報。5時對應嘅係心經，心喺中醫裏面係君主之官，係所有臟腑嘅統帥。5時係陽氣最盛嘅時刻，對應易經嘅乾卦。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睇，5時之後就進入哭卦。哭卦係咩？天風哭，5條陽爻下面冒出一條陰爻，代表一陰初生陽氣。
由最盛嘅頂點開始行落坡。如果你到咗陽氣最盛嘅時候先起身，甚至過咗呢個時間先起身，就等於你喺日頭最光明嘅時候拉住窗簾活喺黑暗裏面，你嘅身體接收唔到陽氣嘅信號，生理時鐘完全紊亂，日夜顛倒。呢個唔單止係傷陽氣嘅問題，長期咁樣你嘅心腦血管系統會受到好大影響。有研究顯示，長期日夜顛倒嘅人患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認知功能退化嘅風險都比正常作息嘅人高出好多。更令我擔心嘅係另一種情況，有啲長者，特別係獨居嘅長者，並唔係因為爛瞓先起得遲，而係因為佢哋失去咗起身嘅動力。老伴走咗，仔女唔喺身邊，冇人約佢飲茶，冇人需要佢，佢哋唔係瞓唔醒，係覺得醒翻都冇咩嘢做，所以就一味攤喺度。呢種情況其實比身體上嘅問題更加嚴重，因為呢度有孤獨、有失落、有對生活意義嘅迷失。我身邊就有咁樣嘅例子，有位老朋友同太太感情非常之好，太太走咗之後，佢成個人就變晒。以前每日6點起身去公園，後嚟慢慢變成8點、10點，最後變成中午1、2點先起身。家人以為佢只係傷心需要時間，後來去醫院一查有抑鬱嘅傾向，好彩發現得早，喺家人嘅陪伴下慢慢好返。所以我要特別同大家講，如果你身邊有長者以前起得幾早下，突然間變得越嚟越遲，起身越嚟越唔想出街，你千祈唔好覺得佢只係攰，佢只係想多啲休息。你要主動去關心佢，拉佢出嚟行下，約佢飲茶，同佢講下嘢。有時候一個人需要嘅唔係安眠藥，而係另一個人嘅一句話，行啦，出去坐下。呢句話分分鐘就係救命嘅話。好兜怪有一句拗詞叫勿用取女，係面對唔正常嘅表面強盛，實質危險嘅局面，要保持警覺。過度嘅睡眠唔係享福，係身體同心靈活喺度發出求救嘅信號，我哋唔能夠忽視佢。如果你因為失眠導致晚起，咁要去睇醫生，呢個係身體嘅問題，有辦法調理嘅。臨瞓前浸腳，聽舒緩嘅音樂，將手機擺喺廳，唔好帶入睡房，減少藍光嘅刺激，呢啲都係有效嘅方法。但如果係因為心理上冇咗動力，咁就需要身邊人嘅幫助。一個人只要有盼頭，有嘢做，有人等佢，自然就起到身，有個時辰檔位。我全部講完，我幫大家做一個總結，只就是起身是操勞命，辛苦但又識得補。人是起身係修行命，身體好但又似得慢，貌似起身係正命，最合乎天地之道。辰時起身係穩命，大多數人嘅常態，關鍵係要食早餐。巳時起身係散命，退休嘅朋友尤其要注意，5時之後先起身要響警報啦。唔理係身體原因定心理原因，都要盡快尋求幫助。你睇成個過程講落嚟，我有冇提過咩神仙鬼怪，咩燒香拜佛，一句都冇。因為易經從來唔係教你搞封建迷信嘅，佢係教你觀察天地規律，順應自然之道嘅一門大學問。命係咩？命就係你每日重複做嗰件事，你每日幾點起身，幾點食飯，幾點瞓覺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呢啲睇起嚟最唔起眼嘅小事，疊加喺一齊就係你嘅命。易經坤卦裏面講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呢個善字唔單止指做好事，更係指一種良好嘅合乎規律嘅生活方式。你每日按時起身，好好食飯，適度運動，同朋友保持聯絡，心態平和，呢啲就係善。你日積月累咁做呢啲善事，身體健康咗，精神好咗，運勢自然就順。呢個就係餘慶，呢個就係好命。改命最簡單嘅方法，唔使求神，唔使拜佛，唔使花1毫子，你就由今晚開始，早啲放低手機，早啲上球，聽朝早啲起身飲杯暖水出去行下，你試1個月，睇下自己嘅狀態有冇變化。我夠膽同你拍心口講，一定會變，因為天地嘅規律唔會呃人，你順住佢行，佢就幫你。最後我想問你一句，你平時幾點起身？聽完成日嘅內容，你覺得自己屬於邊種命格？有你亦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起身時間，我會盡量抽時間回覆大家，俾你一啲針對性嘅建議。如果
你覺得今日呢條片講嘅嘢有道理，對你有幫助，我請你幫一個忙嚇，將佢轉發俾你嘅老伴、你嘅兄弟姊妹、你嘅仔女、你身邊嘅老朋友，尤其係嗰啲退咗休之後作息越嚟越亂嘅朋友，佢哋可能自己仲未意識到問題，你嘅一個轉發可能就幫到佢健康。呢件事自己好仲未夠，身邊嘅人都好，先係真正嘅好覺得有用嘅，俾我點一個讚。你嘅每一個讚都係對我嘅支持同鼓勵，令我有動力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國學養生嘅智慧。記住命由己造福字，我求早睡早起呢4個字講出嚟，人人都識做得到嘅就冇幾個嚇。但我相信睇到呢度嘅你係真心想要改變嘅人，由今晚開始俾個機會自己好命，自然嚟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